西叫红梅国。讲的是南宋德元年间发生在西湖边的传奇故事。喂，李志成，你这个红梅国有没有吃点的啊？吃点，当然也吃点个了。宋朝陆昌县话中就有记载，女十八姓有诗为证，外宋氏江山家之道，愿做门奉约立为娘，去刚子书生背生群，也阴阳相配红梅国。各位坤坤请坤背生群来也。红龙西湖春色长，月色美色轻巧巧，襄阳归来呀同唱，他心上眉放怀抱。陈兄，你们快来呀！你们快！梅花开过山，云断桥泪残兮，大地已成笑。断桥下花醉摇，绿浪闻一道碧霄，神气动一呀桥，金瓶翻摇。金帆要上外都遇到，春风轻晴空里雨色空，倾国倾城的心思望江山一畔青瑶草，这苦叹断壁后山一飘摇。前月为家襄阳去，远比提及新风沙，血流成河过一坡，百姓流离一我飘。苦问奸相假日逃，一手昨天全清早。欺君罔上相拥话，看呀君情你不报，倘若再不配愿君去襄阳担任听不报。昨日里携手追奔无枝头，报国无门，心中郁闷愁，哪
呀，裴炎帝，你我真是想到一起去了。我也正要联络府有太有生上诉圣上，但而假死道。好，这可是不得死不得的呀！为何死不得？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贾知道现在权倾朝野，耳目众多，你们的这本还没有到皇上手里，你的人头已经落地了。我们一个小小的秀才是杀不起他的，我就不信。不过是要想个办法。那比华人小姑离人人群毫不犯用也。此人必定是贾秉章假死道是平章大老爷啊！哎呀，我们还是赶快回避吧这是哪里的话？岂不是大家的？他有的凭我们遇不得。走，站到断桥上去看清楚。哎呀，要掺和了，要掺和了！有妙计，你们猜我了。弟兄，因故了令，谁人从官乱笑？陈生清香永瓦寺，卷起草衣。英豪相爷，你听，雀雀知道你心里高兴，正在为你歌功颂德呢。快拿来，快拿来，让我逗他一逗。你以为娘你见我姑父一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为娘快。
良家女，流落在林外受熬煎，年方28正青春，看家父墙壁陪伴在火浪前，只盼夫人刻苦看，笼中鸟放飞山林间。清平张大人听说我们有话要讲，算账后人官不为必。启禀相爷，是这个府院里的太有生，哪一个无证我生？是的，这要过也是。相爷，不要理他们吧。我对他们三养不亲，应该相养，不要搭理，转转委屈。是。好他的大爱，你们要做什么？启禀相爷，我们接相爷岳父顾县子也随他来出席。哼，谁喜欢你的丑子？既算他们有此好意，就把自呈上来。是。相反危急了，愿禀报。为何愿君自必到？君姓曹，国字尧，名姓曹，息息慎重，若逍遥，赵家事业艰难了，做空心不做饮马酒，亡命故情不要交。这不是在骂我吗？相爷，并非我们不顾，事实已经快要不可收拾。要是你再不发兵击襄阳之围，大宋江山就要岌岌可危了。哎呀，平章大人，小生刚从襄阳回来，实地都是实情，请平章大人快快发兵击襄阳之围呀！等光生，军国大事也是你们所管的吗？为不将我关下不去？是。相爷，美这样少年。你说什么？没有是什么？没有什么呀，没这呀，少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不要惊慌，你所愿之事，我当呈现于你。来呀，有为父是调转船头为父是。不快倒出去躲一躲啊！为什么要躲啊？哎呀，你们这样充当平章大人，他稳稳照顾你，你们不知道他这个人啊，这人好比家常皮丸呀！我只不过是写了一首字，难道他也要杀我？他管伤我们府院里的太有声。你们不信，那就请各位看一看第二册本一堂的眼目吧。自了帝王家，就无平章堂，蟒袍虐得银无纱，可不在境界下，相国为权不可当。眼中岂能用王杀？错这犯罪无上，死前宽敞了一个美少书生，一念此情，十分流盼。我想那所生总无没落之内，这小女子倒有红孝之计呀！不是轻轻断送她，更是我心中一笔爱在自情也。哎，有换李为娘。是李为娘相爷还你来了。莲梦下听春花，不与我不穿灯心紧张，我是昨日与我一生在，赢得老臣多发。李为娘，转进来到本言堂，干切切小心来应答。先去李为娘看见相爷。李为娘，射见你无让宽敞的那个秀才，我竟与你那拼。嫁了过去，你意下是后啊？哎呀，相爷，相
年轻男子一句誓言，实实无疑，想也哪得几位？你倒无心，莫恰有意，就让我来承接你这私奔的红布鸡扒。哎呀，老爷无上之言曾虚假，只不过谁会之言并无他，请不要误断深根呀，如今他是隐隐不必真无呀，生来名目知世间，笼中鸟气观下，丛林狂呀。我劝你不用这边家，你重新一同怀用那。周文君宽上了条子吧，你想分他就分他，不想你的心思只恨我国情乱转心，要拆封谁呀？天哪，我不偏来细算，你怎能点不为呀？你虽算他口而出一句话，恰恰才是你的真心话。就算是说了一句赞美话，也谈不上文君一丝麻。我与他从来未曾见过面，红尘之马只随家。你深有一心，外强辩，不与我老夫怒放。不管你是否认识他，我叫你不用剑下去伤我，你让我梦中去说情缘，令我一惊。叫你水落彩虹，潇洒不倦花。心中不屈。
好，你得天明日，从此不再有疑心，我就饶了你。相爷，望天在上，我李为娘与那书生并无瓜葛，跟着半点事情，啥子？李为娘啊，李为娘，不是我苦来寻你，这是你死期几何啊？来人，有相爷，叫宗亲们来见我。是。相爷有令，宗继却下人来了。参见相爷。我已替为娘拿了聘礼，你们快去吧。是。人家虽信养花，就这般下层。来人，有，把他拖下去，再把红梅阁房的梅花四下埋了。是。的秀才，你可知道他所在哪里？新办的太岳城乃是，我是嘉宾长府里的官家，我家老爷非常赏识他的才学，要请他过府去当先生。要请他去当先生，恐怕是要他先死。你是什么？我是说，他已经为老家襄阳去了。为老家襄阳去了。
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找回来。谁不知道你家乡一脸，这为一句话就把一个年轻轻的死气死了。唉，可怜哦，就把他草草埋在红梅坊的梅花寺下。唉。
飘飘。飘飘，我到地狱诉冤情，想不到阎王听了分天意，他令我为娘死得惨，痛恩老臣深深，为了助我洗头，趁我保算自奸淫，今日里乾坤保算尽在身，定叫他复婚婚与自来一点，观音堂心。那个写诗的秀才名叫裴胜清，已经被我骗来了，软禁在红梅阁中。好，不杀这个孙秀才，乃向我心中恶气。今日三起，在那红梅阁中把他。乡爷放心。难保一命。
树花，快歌里家父应声陪凄凉，愁人寂寞更泪长。负心七次横批牙张，取经我陪身太嚣张，为这位当面策权见我深言献计明自详，分别其数写奏长，我定要他是他那为民请命倾尽全力并必策成断绝，真将无端切记话，拿来忙场姑娘家，岂不知男女与他旁。
小娘子来自何方？因我一言到此。相府寄情，又有人相告。怪是那吉祥有加害相生，故事这美人计也爱与我。女青菜做了烟花浆，那吉祥若是案件实难当，且书生遇上了伏笔家，我这里早请下了资格了。小娘子，假使到为人世界子，你何苦为他做嫁衣裳？烟罗茫难摸，蜜堂堂暖儿红苦思想，就不住那个其实全力快走莫彷徨。少年时中看金娘，有理有节男儿郎，待我敲门把门进。踏进茅房这四方，你怎么进来了？秀才，你真以为我是贾似道派来害你的吗？不是贾似道派来，你管深夜到此。你啥这样想，那真是辜负了为娘的一片好心了。此话怎讲？秀才，你可记得那日犯罪府上，你呈上司告，并将他宽了大怒，沉于地上。那这事务你也在场？真是，我怕老者加害于你，将司告藏了起来。秀才，司告在此。此事来是我错怪你了。无妨，小娘子请坐。自家事到此，秀才，你只要上诉皇上，弹劾那贾似道吗？正是。这虽好了，啥能搞到贾似道？我弟弟剑下有子，也为命没了。看来小娘子也深受贾似道之害。小娘子是何方神师，如何委屈呀？秀才呀！
两家女留下十七年，妇女苦相依来唱土时光，家这是豺狼吞噬将我强。家知道，听我出的这红那个，不扳倒你这老子，死不为生！秀才，你要出的这红梅果，这他难了。此话怎讲？秀才呀，这天下就要将你。我不能走。怎么？你仅是了一句话，那老子就将你当得遍体鳞伤。你要是放了我，他岂不真要你的命了吗？要我的命？只要能救你出去，我虽是死也瞑目了。为娘啊！
为君我命，三生有一女恩啊人。他唱我这故事间逃命去，你深夜莫照我心红。带我一起走，从此脱离地狱门。秀才，你要带我一起走吗？对，我送你回家。回家。已经被家人害怕，夫家可归的了，夫家可归了，为娘你夜落相扶早起里，孤苦无依似飘萍，你为陪审关羽老子来抗争，陪审经历美丽坚强红梅，红梅平息。倘若你不言小生评语，我即为夫妻同自称王
马金香陪你去的年华。
几才为此这太草将我回，是要将我家你那品味，我苦苦表达我私心，他独苦终烧把金辉。为娘你是归问，你不惧因为受苦悲，假使到残暴凶恶太酷横余，做百姓最作福，后国扬名是郎才，这位在我一句话，竟把故我生生的孙眷来残害。你为我陪生谁愿全，为我陪生夫贤配，休在此生还不起这恩情债，休在我无言
为娘我红梅个边等你报喜来。我们能出得去吗？太郎放心，我有乾坤宝尊助我为，定叫他落花流水忘你。奉了相爷命，也不杀配死。哪里走？
不应为
足一心平心无言，死去直奔凤凰山，叹剑香才张腾。什么来？什么来？我们好心我盼你什么来？什么相爷，相爷！啊！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那秀才的陈腿呢？啊！哎呀，相爷呀！奉了相爷命去杀裴胜卿。到了红梅阁，不见秀才爷啊！一路追赶到花园，只见一男一女接头奔，奴才回到去将他看，霎时寒风阴森森，夫人飘忽将我挡，相爷，相爷。秀才一杀无踪影，哎呀，无踪影！你看到底是哪个夫人？奴才没有看清。你这个狗奴才，给我滚！当归，啊！哎呀，当归呀！苦恼！要是让这个穷秀才逃走，定会叫我招来麻烦。来人，有叫众妾们来见我。是。宗继妾
下了。来了。参见相爷。你们这帮贱人是哪个放贼了秀才？快与我从这找来！哎呀，相爷，我们在房内听了相爷呼唤，谁管做得到他的事啊？呵呵，不懂刑法，你们是不知道老夫的厉害。来人，有，见我当。是。快步快走！相爷冤枉啊！见我往死里倒！是。吓死他！秀才是我所放，与钟其妹无关。你是谁？你是城外之友？我非神非妖，是你的姬妾，是你的冤家。我腹中姬妾是玉，哪里还记得情啊？我吃了一句话，你就将我杀！我这是你我娘的冤魂来了！哎呀！怎么，你竟将我忘？哼，那秀才是你放贼的，你这个死贱人！莫非你作恶多端，害怕了？哼，我有朝廷威名在身，岂能怕你这个小小的鬼文？快快找出秀才在哪里，我就草了你。实话对你讲，那秀才已经三人所长，呈送皇上。我称你的死期不远了。快去奉我的法师，走那卫生去。是。只怕你们一个也追不了。李慧娘，我知道你死的心有不过，可我也是不得已呀。你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英文军警欺君皇上，害了多少百姓，杀了多少男女，还有什么不得已的事啊？英门军警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大宋早就不是远近的事。那秀才也管你带说出襄阳事情，你就要暂情杀气，这难道也是不得已吗？救国大事也是你们所管的吗？杀身之后，是那秀才就有死去呀。那么我为娘呢？我李为娘以后再自愈。这话你
你对他有倾慕之情。好臣子，我为娘亲把岳父养，你无端把财来强加。那兄为灭明清命运熬过，我赞他一言动心肠啊。老子的气人气天气身上，倒应也是乱草堂。我滚云云上天两袖在来，来中虚堂生气勇气万千丈母菩萨会言堂大快人心啊！百姓卿与国之公上诉皇上，告到了假之道，我奉皇上之命得来选旨。喂，李自成，你怎么变成黄门官了？嘿，俺个过来细节啦，就是这个个，一个人啊，要以没牢牢的角色来，我少我，今日朝廷趋势一变，由于各自公与北陈卿都刚刚出了考场，你们看他们来也。啊，李公公，北陈卿国是公爵之万岁。奉天正与皇帝诏曰：臣闻襄阳百位亲日多飞，假日到吉平章军国统治竟资质不稳，因莫问军警何当斩首示众。故年三州大政，必为高州屯列副使，草木家产一种必说，不得为伍。北申卿国之公台儿家之道有功，今番去世于文章古人，荣幸大悦。他钦定北申卿为长元，国之公为退皇。明日早早密奏圣上册封请辞。万岁万岁万岁！哎呀，恭喜二位，贺喜二位，同喜同喜！一下子成了长元屯花了，快报喜去呀！啊！